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嚟到金 Sir 教室，我係大家嘅導師金 Sir。記住，學數學並唔困難，只要你用對嘅方法，數學難題總會有解決辦法。我會用我多年嘅教學同埋議題經驗，陪你一一拆解數學難題。而今日我哋就由呢個重點開始。首先第一點，究竟乜嘢係 SATs，即係 SATs，全名係 Statutory Assessment Tests，即係一個法定嘅評估測試。而佢嘅正式名稱係 Key Stage 2 National Curriculum Test，顧名思義係指學生去到高年級之後嘅一個全國性課程測試，而對象就係全英國公立學校嘅 Year 6學生，而通常係10到11歲，而範疇主要係評估兩科，其中一科係英文科 English，當中有 Reading 閱讀、Grammar 文法、Punctuation 標點，同埋 spelling 拼字，而數學科 mathematics 就包括算術 arithmetic 同埋推理 reasoning。去到第二點，點解我哋要關注 SATs 呢？首先係一個心理關口，SATs 係一個英國小學生由佢哋讀 reception 去到 Year 6第一個參與嘅全國性大型考試，就好似香港小學嘅學生佢哋考 PS1 一樣。而考啲咩內容，我哋本集往後嘅部分，我哋會再詳細介紹。啦，嚟到第二個原因，呢個係一個小學學習能力嘅檢閱。雖然唔會直接決定你嘅小朋友入到邊間嘅中學，因為中學嘅派位通常咧喺3月嘅時候已經公布咗結果。而 SATs 其實主要係代表緊學生喺小學嘅階段一個學術嘅能力證明，幫助學生同埋家長了解佢哋喺全國嘅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之下嘅水平。跟住嚟，我就會睇下究竟達標到底要考到幾多分呢？我哋就以2025年作為一個參考。喺英國嘅 Year 6學生，當我哋考完 SAT 之後，成績唔會直接計佢哋嘅卷面分 raw score，而係會轉換成一個 scale score 標準分數。而喺呢個全國嘅標準底下，個魔術數字就係100。只要你拎到100分或以上，唔係滿分喎，佢只係代表緊學生係達到咗政府所規定嘅預期水平。由於每年考卷嘅難度都唔同，所以我哋每年呢100分對應嘅卷面分都會有微調。我哋就以2025年嘅達標門檻做一個例子啊。首先我哋睇睇 reading 閱讀，滿分係50分。如果你喺卷面上邊已經考到28分，你就已經達到呢個100分嘅達標標準啦。去到文法、標點同埋拼寫方面，佢嘅滿分係70分。呢一個卷你就要拎到35分，你先可以攞到100分嘅達標標準。而去到數學方面，成份卷總分咧係110分，而成個卷面分你要拎到58分，你就可以達到100分嘅水平啦。簡單嚟講，通常只要答啱大約50% 到55% 嘅題目，你就可以達到全國標準100分呢個指標。但係如果你想衝到 greater depth 110分或以上咧，你就要去到答到大約80% 到85% 嘅題目啦。嚟，我哋就睇下究竟 SATs 嘅成績表上邊嘅代號係代表緊啲咩呢？以下我哋會用呢個詳細嘅分數對照表同埋定義去睇一睇。正如剛才所講，當你收到成績單嘅時候，卷面成績已經轉換成 scaled score。當你攞到110分或者以上，就會通常被視為優異 greater depth。如果你嘅分數係100分去到110分以下，就會代表達到國家嘅標準 expected standard。但係如果你嘅分數喺100分以下，就代表未能達到國家嘅標準 working towards。而喺英文代號方面 ，AS beating the expected standard， 恭喜晒，你已經達標啦。但係如果你嘅英文代號係 NS working towards the expected standard，即係等於 not achieved， 未能達標，你就要喺中學階段再加把勁啦。
但係如果你嘅英文度係 GDS（Greater Depth），通常會用喺英文嘅寫作 （writing） 上邊，通常係由校內嘅老師評分，唔屬於 SATs 卷內。但係當你攞到嘅時候，即係代表你嘅表現係非常之優異。嚟到第三點，究竟 SATs 嘅成績對於 Year 6嘅學生有幾重要呢？首先係同中學分班 setting 有關，呢個係最現實嘅一點。大家都可能知道喺英國嘅 high school 派位同小學一樣，都係根據所住嘅 catchment area 而決定。所以無論大家嘅仔女係派到邊一間中學都好，相信都好想佢哋入到好嘅班。而喺英國嘅 high schools，通常係會根據學生喺 Year 6嘅時候考 SATs 嘅結果，而決定佢哋喺 Year 7上數學堂同埋英文堂嘅分班。當佢哋入到 Top SATs 之後，就好似喺香港入讀精英班一樣，上堂嘅時候，同學仔個個都相對認真學習得多，而對於上堂嘅時間，自然就會有正面嘅幫助。而且由於同學之間嘅學習差異較細，教育嘅進度就可以更加流暢。而對於佢哋喺 high school 嘅第一年嘅適應期，就會有一個好嘅開始。而對於往後嘅學習，自然有正面嘅影響啦。長遠而言，對於佢哋將來考 GCSE 亦都會有優勢。另一方面係小學學校嘅壓力，雖然對於學生嘅升學冇直接嘅後果，但係 SATs 嘅結果就係用嚟衡量一間小學嘅教學質量 （League Tables），所以老師都會好緊張。就以金 Sir 喺英國嘅小學代課經驗為例，其實好多學校已經喺2月開始，已經為 Year 6嘅學生預備咗好多嘅練習嚟進行操卷。之後就係對於學生嘅心理影響，大家都好明白喺英國嘅讀書方式同喺香港或者其他嘅亞洲國家好唔同。喺小學，平日除咗功課量唔多之外，測驗同考試可以話係冇。所以主要係靠學生平日嘅上課表現。所以如果要一個 Year 6嘅學生喺完全冇考試壓力同埋經驗底下，就直接去考一個影響佢哋喺將來升中後嘅分班考試，佢哋係咪已經有一個足夠嘅集中能力同埋應試技巧去考試呢？如果明明可以做預演預備嘅時間都唔去做，咁又係咪一個對自己同埋小朋友負責任嘅做法？而且 SATs 亦都係一個俾孩子處理考試壓力嘅大好機會，為將來佢哋考更加頻繁嘅 GCSE 做心理預演。嚟到第四點，考試時間表一覽，6份卷究竟考啲咩呢？通常喺5月嘅中旬舉行。以2026年為例，係5月13日開始，連續4日，星期1至4。喺星期一就會考 English Grammar, Punctuation and Spelling。Paper 1 Short Answers Questions。Paper 2 Spelling。而喺星期二 English Reading， 1小時讀3篇嘅文章並且作答。星期三 Mathematics Paper 1 Arithmetic and Paper 2 Reasoning。星期四 Mathematics Paper 3 Reasoning。希望今集嘅內容俾到各位 Year 6嘅同學同埋家長都能夠初步對 SATs 有更加清楚同埋具體嘅認識。而喺下一集我哋就會開始講下究竟喺 Year 6嘅數學主要係考啲乜嘢嘅內容，同埋可以點樣喺網上揾到相應嘅資源幫助大家準備 SATs 考試。如果大家欣賞我今集嘅內容，記得點讚、留言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 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大家。當然，大家亦都可以請我金 Sir 飲杯咖啡睇下神，繼續製作有用嘅新片俾大家。下次再見，拜拜。